制範圍，先係進入咗砵蘭街。推進去到一個路口之後，警方喺旺角港鐵站 E1 出口對開，先制服多個人。警車坐滿咗，警方就用旅遊巴。有示威者派頭盔同埋眼罩，有人着咗校服。手機度見到我嘅朋友，佢14歲嘅啫，俾成10個警察去制服，撳住一個壓落地下，我好憤怒。我出嚟就係要抒翻呢啖氣。喺高台嘅警員向人群噴射催淚水劑，並且繼續向油麻地方向推進。有記者被催淚劑噴中。停止開閘站道，落街道上邊。警方驅趕示威者期間，有大廈高處灑下懷疑係漂白水，唔少人被濺中。有人情緒激動，爬上地盤嘅鋼架。警員向佢噴催淚劑，之後將佢制服。警方近8點鐘將示威者趕離砵蘭街，部分人就聚集喺砵蘭街同埋彌敦道之間嘅一段山東街繼續對峙。去到午夜左右，雙方接連發生衝突，警方出動警棍同埋胡椒噴霧。部分被警方沒收嘅木板傷咗螺絲，混亂中有示威者倒地，亦都有警員受傷。唔衝擊我哋警方嘅防線嘅話咧，警方係唔會向你哋使用武力嘅。平靜維持約2個鐘頭，去到凌晨接近3點，示威者趁警員休息，打算將障礙物推撤。反被警方推出去彌敦道。再有多個人被制服，有警員跌低之後情緒激動，由同袍安撫，亦都再有警員受傷。警方之後逐步退返去山東街。嗱，喺示威者咧將警方嘅防線咧再次逼翻去山東街嘅位置之後咧，其實現場咧都有唔少嘅警員咧就係嚟到增援㗎啦。佢哋咧都係戴晒頭盔等嘅裝備。彌敦道嘅臨時禁制令緊接執行。代表的士團體嘅律師話，今日嘅朝早8點開始行動，清理亞皆老街至到登打士街一段彌敦道嘅路障。警方話會全力協助執達主任執行禁制令。重申，若果有人堵塞已經重開嘅路或者係其他道路，警方都有責任採取果斷行動，維持公共秩序，保障公共安全。無線電視記者陳良君報道。除咗砵蘭街同山東街之外，示威者琴晚亦都喺多條街道集結，同警員對峙。警方尋晚大概8點鐘清空砵蘭街之後，示威者轉到去多條橫街聚集。尋晚9點幾，大批示威者喺上海街集結，警員趕到，雙方對峙。警方多次警告之後採取行動，拘捕多個人。
類似嘅情況亦都喺新填地街出現，多人被警方制服。喺警員同埋示威者對峙期間啦，新填地街嘅交通係嚴重受阻，有巴士嘅乘客啦係要落車離開。尋晚10點幾，一批示威者去到西九龍走廊旁邊嘅渡船街，用欄杆、垃圾桶同埋其他雜物堵塞馬路。幾分鐘之後，大批警員增援，搬走障礙物，追捕示威者，制服多個人。之後再有配備防暴裝備嘅警員增援，有示威者口部流血。豉油街、渡船街等都有市民集結。唔理你做乜嘢，依家唔許留喺度。警方要求佢哋離開。小心小心啊！唔該晒，冇騷擾到民居好嘛？唔好騷擾到民居。呢邊。期間多個人被帶走。尋日執行嘅臨時禁制令喺亞皆老街西行嘅呢一段，警方拘捕嘅80幾個人當中，有23個人喺呢一度被捕，涉及刑事藐視法庭同埋抗拒或阻礙公職人員罪。挨晚開始，示威者擴散去到唔屬於禁制令範圍嘅地方，首先走向砵蘭街。警方話係非法集會，一路向南推進，驅散示威者，將示威者逼入附近嘅橫街，包括山東街、豉油街、長沙街。有示威者甚至走到去新填地街，亦都有示威者流向原先已經被佔據嘅彌敦道。無線電視記者單景偉報導。咁單景偉通宵喺旺角㗎，早上單景偉，現場最新情況係點呢？係啊，周嘉怡啊，咁我而家啦就喺山東街嘅呢個位置。咁其實啦，朝頭早嘅呢個時間啦，氣氛係大致係平靜㗎。咁我哋啦而家睇下出邊嗰個情況先啦。咁見到啦，警方就仍然喺山東街嘅呢個街口度啦，就係戒備住。咁不過呢，嗰個對峙嘅情況呢，就已經係停止咗。咁因為呢啲示威者啦，好多都已經係褪翻去彌敦道嘅位置，咁好多啦都喺度休息緊，有啲咧就喺度使用緊手機咁樣樣㗎。咁啊氣氛大致係平靜啦。咁我哋又同一啲嘅示威者傾過，佢哋就話啦，雖然已經通宵留咗喺呢度啊，咁佢哋啦就話仍然會選擇啦，天光之後繼續會喺彌敦道呢個位置係繼續呢個佔領行動。咁一陣間如果係有呢個執達吏嚟嘅話啦，咁佢哋都會係從旁觀察，咁啊就希望啦係唔會有一啲嘅暴力嘅情況發生，又話啦係唔會阻礙執達吏啦做嘢咁樣話㗎。咁報道係咁多先啦，先將時間交翻俾你啊。唔該晒。學聯批評警方琴日借執達吏清除障礙物嘅時候清場，砵蘭街並唔係法庭禁制令嘅範圍。警方解釋喺砵蘭街嘅行動係要令到已經開通嘅道路唔再被非法佔領。我哋之前已經好多次咁樣講過啦，旺角係一個非常之高風險嘅地區，因為有好多唔同意見嘅人士喺現場，佢哋亦都有部分係好激進同埋一啲支持嘅分子，佢哋嘅目標咧就係只係引起混亂。即係佢而家係完全採取緊一個即係不合比例，而且係可以稱為暴力清場啦。咁當佢對示威者使用一啲咁不合比例嘅武力嘅時候，其實我哋係必須要有一啲嘅回應嘅。而下一步嘅行動就係即係我哋應該要劍指翻政府啊、政商啊等等。美國經濟表現好過預期，不過消費者信心就疲弱，澳元匯價係急跌，歐元匯價就向好。轉頭翻嚟會有詳細報導。